牙痛诶，不用牙，牙不用牙，对呀。阿叔，牙我不用来较好呢。阿叔，阿叔，阿叔。哎呀，你吵嘛该啊？哎呦，哦，我你後來最出意嗨啦！我想講記得啲大嘴骨啊，我就想講啊，所以係啲安東人吼，奇怪呢，坐到條位上海水，你石頭上海水，按布頭水唔落高。哎，我想講金碧嘅五大美女的條位一家大嘴骨來上。結果你啊，到底酸梅發生乜嘅事情？你平常時間咩當有精神啊，還做同大家乜嘅衝過啊？係啊，我想講家啲堂嘅講法講，哎呦，我都木實實上海水嘛，我都想講，我所以嗨天天都唔會朝向嘅啦。哎呦，我想，你冇上海水木係？冇，我想講奇怪，記得咩咧講水木嘅事情啊？想問一下你會唱嗌嘅？我有，動態上嘅秋田姐我有。其中上海水木，你還會喺電台上？你看，唔但唱嗌一上我愛用天天。其實我同講哦，唔但唱啊，我之前看嘅新聞啊，講亞航吼隨着年歲越來越有經驗咧，講法注意點。年歲慢慢地睇嚟啦，講到亞哈全台灣啊，差唔多65歲以上嘅總比啊，超過一半哦，一禮拜啊，大家安尼飯超水唔落夠嘅情形啊，係超過一半呢。哎呦，400人就有100啊，就會啦吼。萬是呢水唔落夠。冇唔錯嘅，難怪哦，我想講大家啲動物水一冇險捱，有坑下啲啊動物水冇。我同講有，家下那個阿姐啊，就安尼講唔到冇。好，嘟好，已經係家定研究，就想講嘟好，近邊有一位中醫師。冇唔錯，我同講叫佢來咧。搶佢來，好來，歡迎啊！呢個中醫師。大家好，大家好。做啲嚟記得，都唔可以使我下咧，搶手。你讓阿姊妹睇一下啦。大家好，我係林金澤何醫師。哎呦，有啊！哎呀，木主啊，快來！沿到西亞過來，聽下都有精神咧。我都講，搶嘅人一天攏係命嘅強弱，我頭家，我命嘅地方都有澤。哦喲。叫咩係金澤？金澤。落台係。做得。唔過其實都開引導。冇點貓頭家人哋問大家啊，就係講最近大家水冇有乜嘅問題冇？譬如講大家講嘅啲石頭啊，上海水、安埔頭嘅水唔落夠，馬曬身嚟講，譬如講係坐安埔有水啊，見邊類啲有當中冇乜精神，你下狀況係我咪認得。先摸一下你嘅瑞膠姐。哎呦！講到水木嗬，你是條坐到喺看天氣上坐呢嗬，就會像個動物水，整個上面上就根本就水唔。你看越吹看天是都冇水用嘅啊！險奇個係冇水，要冇。唔講英語差唔多做嘅水幾多點鐘咯？要3個嘛？5點到6，唔會超過6點。6點鐘哦。跟你話一下，譬如講你水冇。睡到5、6點鐘，咱上嘢講半途要上，也有。冇1點鐘差唔多放去到100。啊！上次冇1點鐘所以放去1點鐘就放100，跟人根本就冇水到木啊！日安部差唔多放500到600。哦，跟我們旁邊基本這你咯，你看越上面啊精神都好啊，你有睡眠的問題。有咯，我做比安部哈。10點就想講愛睡啦，後今暝要來呀，結果啊11點、12點、1點、2點攏唔睡，一直到5點40分，我冇睡咧，我將手北放起來好咧。你後面都冇睡啊？冇睡，但是我係咧愛同佢講，因為我有按度睡，我做唔得木煮冇10點嘅，係咧愛10點嘅，即唔會安尼頭啊白滾安尼啦嗬，會粉咧。係啊，雖然這你咯，我咪躺到上嗰時冇想，真見咯，乜解上？你冇解上電話，乜解上，乜解是衝浪。永遠講方面做唔得。係，所以我想聽，我又安靜靜，我掌握咗什麼？哦，攏係強樣嘛，因為我咩一啲啲上都做唔得啦。譬如講有人行過，有一講一架大壺，一架出鏡佢做唔得。你有試過一架，譬如講食一啲嘅
安眠药。有，我有是镇定剂，我不敢是安眠药。昨天一觉到天亮。哦。不过某些个时节就会较麻烦一些。某些的时节是晚上从2、3点怎么红了？隔壁嘅楼紧。没松解咧，外穷我做係盲水冇之前可能會較難水踢，啊水踢差唔多，以前香港梗係唔會，而家就較耐吧，所以就知道，同上上一篇數，有一下會，一篇數進來，所以下，要上一篇數，寒天它多安養型，錯嘛？就會當糾結，想講讓一下，吼。其實有讓一種想法做唔做嘢。今天想做唔得咧啊！對，轉到兩位秋婷姐，給動咱入睡啦，然後有一點點上是睡唔得聽，有點點上睡唔得聽，動尤其喺老公以為打呼，我聽啊打呼啊，真緊你都睡唔得聽，叫打呼打到當好睡，還當上落去皮膚黏黏嘅。跟差唔多，一年啊，差唔多都叫點鐘。我還是盡量早點睡，10點多睡，但是7點多差唔多2點人會睡嘅，當咱入睡啦，都睡唔落覺，還有啲上，我老公要先睡睇啦，見打呼嗬，要就都冇睡啊。來同講，按那個情形最緊要，因為你自家睡唔落覺，順後嘅人咧，睡到按你呼呼滾，做欠哦。來同講，該兩時反應就會出問題。你聽從我開眼咧，你就單槍去搞睡，來分房。你啊，是係睡眠的問題，唔係夫妻的問題。鼓手，你看啊，睡唔好，其實就會影響到身體，影響到感情，影響到心情，影響到你嘅人生。你看啊，其實大家就想去解決一種問題啊。係啊。想辦法，你看做就到眠床當空，結果行去睡唔停。係有人食藥嘅咩睡唔停？係呢。我講我自家有上次我會想我自家要準備肌肉鬆弛劑。我以為是把自己打。打不昏。等下都有冇欣賞啊？吃到，就是講我吃到睡眠呢件事情哈，後上嘅時間有吃到冇？青菜熱水。對呢。所以哈，譬如講我記得讀書嘅時間，上數學課，而且超好。沒有歷史地理。沒有，我是物理。我喺想講奇怪咧，我以前講睡午覺，也係講譬如講下課10分鐘，10分鐘聽哦，你睇睡10分鐘，一下就有精神，做得到下注，你下年歲來嘅，冇以前按好睡，係那麼簡單，我知道係樣嘢。係呢，古早見朋友吼，你就會好好來記啊，就問題。做嘛嘅我跳擺，做得睡到安尼呼呼滾，唔過夜下吼，煞睡唔落覺。我古早我搶緊隻來，你成堂啦吼，成堂記起來哦，後生嘅，20唔睡睇哦，呢個木主按睇啲睡冇。後生嘅唔會啦，後生唔會，大家喺度去倒勢嘅時節，開始有一陣問題。係，來問一下秋婷姐，唔家講了一半嘛。老咧嚇，有時叫我睡唔得聽，嚇有時叫我睡又唔敢眠睡，我係差唔多50幾歲先開始，只開始按運動冇睡。按你算起來，我看過報告還有調查，50歲算標準啦。哦，不過後生嘅時間做得一下就睡到天光。係啊，甚至睡到跟日頭曬死。係我看得3年都冇嘛強樣。但係看一下睡覺字。我後生嘅時節，你小兩歲嘅時節先好睡。哦，唔好睡，喺到30兩歲嘅時節開始唔好睡。所以其實唔係學識嘢嘛，而係講工作。做頭路啦，有啲時候我就做消化啦，就穿住啦，就嚇。哦，睡覺字主要講佢講是工作壓力，本期較無法度按技術衰嘛。比如講30幾歲叫做按唔敢講啊，做嘛，佢要去想。古所講，人家時間還有人家想法，全部啲嘅睡眠係睡唔落覺，你別一直想。係呢，跟按你講起來吼，秋婷姐冇壓力吼，沒有啦。我呢片咧，雖然姐，而要唔好睡，其實細開始你知道你冇。差唔多50歲。啊，唔該，你準冇？50歲。哎呦，平均嚟講，表示老咧。我喺用版50歲係發生乜嘅事件，我唔知道講，哎呦，開始有了。冇主人呢，是睡唔得，是就莫名其妙。係莫名其妙睡唔得。哇！哦，後來鬧到自己精神變好。有可能嗬，係唔係？譬如講
更年期没有关系？有大部分的人，細每人係講到50歲，平均來講就差唔多，我也是會慢慢磨退的。哦，像先生嚟講一下，人家一開始談到呢下，到底乜該用嘅鹽水也好啊，也係講用把啲情形，本期就啲水木地方都有一些障礙。將頭下講到太子講到嘅就差唔多50歲以上，平均來講就開始有一種嘅症頭。再過來就係其實像一下嘅人啊，嗬，通腦筋愛想嘅頭路，嗰種動到炒飯安尼。哦，動到炒飯，我咩想一本各位太子啲講，啲睡眠啊，譬如講有啲人係咪上來尿尿啦，有啲人說啊一天上都做唔得。正常嘅睡眠嚟講，係要分嘛。像人哋睡眠嘅嘅時期要分4段，就淺眠期啊，到睡就是沉睡期啊，到入睡期，係很多後尾有一啲很多快速通眼期一種情形。啊，標準嘅一隻順飯差唔多係1點半鐘。哦，一隻暗部可能我要加隻順飯。係，大部分人差唔多平均來講，睡到7點半鐘到8點鐘，就差唔多係一隻同標準嘅睡眠嘅情形。哦，基本嚟講啊，你睡差唔多係7到8點鐘，差唔多。65歲以上嘅老寶貝，要睡幾多點鐘才算合格？其實一般來講，晝夜睡眠嘅時間冇按嚴條啦。其實65歲以上嘅差唔多5點鐘到9點鐘，一隻 range 就做得嘅。哦，按太 range 啊？係。哇，5到9個小時。跟人平時睡10點鐘我120分。就唔家講嘅當中藥嘛，熟睡期嘛，喺當中藥，即係大部分太家行都停在那個淺眠期，差唔多。家堂太家嚟講。有冇？跟按呢，你喺發生乜嘅事情上面吼，全部就按你欠啊，真嘅冇水退。有啲人講吼，裡面細細嘅酒，葡萄酒嘛酒，我好睡眠。嗰天有一隻點頭。那幾男嘅時候，我意思係時間，拿到病上。而家病上一動態喎。我睇媽係冇講。佢翻出唔標下，但個屌我用完43蚊，你搭成都標。65歲以上嘅老寶貝，要睡幾多點鐘才算合格？其實一般來講，晝夜睡眠嘅時間冇按嚴條啦。其實65歲以上嘅差唔多5點鐘到9點鐘，一隻 range 就做得嘅。哦，按太 range 啊？係。5到9個小時。跟人平時睡10點鐘我120分。家就唔家講嘅當中藥嘛，熟睡期嘛，喺當中藥，就大部分太家行都停在那個淺眠期，差唔多。家堂太家嚟講。有冇？跟按呢，你喺發生乜嘅事情上面吼，全部就按你欠啊，真嘅冇水退。係啊，人家講係西醫嘛，錯，就係你係中醫師啊，對中醫嚟講，中醫嘅觀點就係身體有氣嘛，嚇，陽氣，喺上面嘅陽氣當少，冇錯，20條嘅時間，陽氣行到身體外背，要運動，要發通嘅時間會下發跳，啊，所以冇嘅時間，也嘅氣就會走到身體嘅底部。所以本來就較好睡。啊，老人家呢，身體嘅氣主動弱，氣血弱，呢批嘅功能冇咁好。兩種交換嘅時間，就會知道個哦，一下知道，所以係要我想，所以係要我想啊。哦，原來係有型哦。跟用你食東西啊，洗面條有關係。水電你唔使洗埋啊？大家睇你都冇水嘅。其實我卡水唔係啦，係咪？一節嚟學你鍵盤，睇埋水門嗰時一打邊。可以啊。要客到冇嗬？冇。哦，冇。半客到咗，我兩個暑假。哎呦。我有同
上当然啦，吼，电脑就会唱你嘅阿叔强强啊，你是调给时节啦，当上我衰模，不过到安部调给时节就较衰唔落高，佢就会想讲啊，我啲咧，我就迄吼冇按上忙，你是调啊吼，西周冇按到，古时候安部调就开始头天奶啊，真嘅，他咁冇笑啊，特别。既然要知道特別嚟點紅都當仲唱你難怪，成夢班呀嘅，因為係大班衰唔停，係要同阿婆講，我衰唔停，阿婆就講衰唔停，跟住去頭天來啊！咁正經來做按定嘅事情，就會較少會睇咧。係啊，溫先生。其實我衰模是，衰唔落夠嘅時間，盡量莫做嗰種太複雜嘅東西，尤其我聽通到太緊要嘅東西，比如講頭下睇個講變天奶，一種嘅動作動態，含喺講有時就當到嘅協調，去處理，忙處理好，去通腦筋嘅事情。哎呦，我通腦筋嘅事情，你就嚟摸一下睇起㗎，我做嘛嘅事情啦。摸一下雖然姐好。網購，網購，它促進台灣經濟。還好比較正派的。哦喲，錯啊，我摸不用拖地板啊，不是搬東西。不過網購你咪動聽，下單就就點一點就好了。按部頭做案的事情當歡喜嘛，想講我買到我衰模，你是條看到了。他說我買到做乜？你都買乜嘅呢？有的就衫，衣服，還有乜嘅？有的是廚房用品。廚房用品。我買按豆類，我做下子貴人對，我還買做。講到買衫褲，由於3年我知道佢一天咩亂買衫褲，哎呦，買長者。可能因為喺上到也身材冇那邊，所以咧我其實冇接受買衫褲，啱不條係衰唔睇嘅嚇，我就會忽然間放起來，衫櫥打開來，然後衫褲一層一層嘅換，一層一層，上好一禮拜。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準備好，做埋衫褲，先披好啦，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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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過就衰唔睇。既然披到唔推橋嘅衫褲，你同佢都披好，你係喺衰唔睇啦？一身要耐咧。我講下班按你做好，貼起來傳本機，2手衣，你就會讓醒來，絕對買便宜，是吧？有冇？冇錯，多謝。買咗條價，係最會上啊！等一下，唔該，按你咁整件，未吧？做得好，做得。我講最重要係乜嘅唔好，係咩做過按嘅事情，就是講按部條，唔可以搬出東西，我自家告訴佢嘅。啊！咁樣先生。像頭下講到嘅，就係有啲人嗬衰唔落夠，就是想講我運動一下，本自家嗬可能下不用強壯。你係啲，因為我自家係運動嘅人，我以前咪知道講，我運動按部條專業做得卡缺 ，no， 它會分泌那個腦內啡，都它有精神，多巴胺，就做唔得咧。錯，再過來就係有啲人講嗬，裡面少少嘅酒，葡萄酒嘛酒，我好衰冇。嗰天有一場兩條，你係飲乜嘅葡萄酒？不是，我做嘅是紅酒。紅酒呢？紅酒。哎呦，聽個音樂，還有乜嘅？酒一件事情其實係唔好嘅。你有辦過？裡面少少嘅嗬，確實會按嚟換嚟換嚟，上去衰冇。唔過酒係利尿嘅，如果上去咁樣就偏數。你係咪調色酒？即家唔記得調色酒。因為散步飲食酒啊，錯按你當槍氣。嗰時候做唔得食酒，跟含油咧。係乜嘅？還有頭先講到嘅看廣告。看手機啊！看手機嘅，跟有藍講啊，有個手機嘅，因為褪黑激素就會受到光線影響，你係用啲嘅看嘅廣告嘅東西，有啲人會對劇，不用當台上嘅音樂，安尼其實就會當唔好嘅一個習慣。因為有啲人會想講，我看當然看得劇，我就會想去衰嘛。唔過因為有嘅講哦，會出劇係你嘅目睭嘛，有時是腦內的那個會刺激到。那半夜嚟看手機嘅，看電視，安尼煩不行嘅，我只有睡覺前，係咪看電視上去衰冇嘅？看電視想睡冇，唔過睡唔平。咁我睡冇嘅時候，
从我想讲，谈个强音乐吼，会较好睡嘛。唔看，太家都有安尼，佢聽有見睡唔係啊，彈音樂啦、數機嘅啦、唱嘅，越看越做唔得。哎，真嘅呢，我體相太細個，其實睡唔好，唔但唱係精神唔好啊，吼，還個心情唔夠，還較重要嘅咧係亞行外國啊，有咧做嘅研究，就發現到。但人啊，睡冇到6點鐘嘅人啊，失智症嘅比例會行較高。真假㗎？睡得好嘅人咧，其實佢唔會有得到呀失智症；睡唔好嘅人咧，會加身上嘅機會得到失智症。動作呢？嗰種唔但唱係精神唔好呢，有時是精神唔好，有可能走上條行路嘅時間，就會晃動呢。係哦，哎，較注意到誒，真嘅，家先生有講嘛，差唔多5點鐘到9點鐘。聽人哋講，真係當驚人咧。你咪想，我請大家回想一下，睡唔好呢件事情嗬，要發生過，而家講跌倒嘛，要發生過乜嘅事情冇，馬上醒來。我一擺吼，有一擺吼，就是你阿最啲黃神咯，佢從來都冇睡好啊。有一擺吼，好嚟繼續。我洗衫，那幾男嘅衫，我以洗嘅時間。拿到病上，幾男人家病上要動態哦。哇！我個病上要叫我請咩？係啊，我是說個數啊，我他媽我妹講，佢犯錯唔標下，但個屌我用板洗衫，你搭錢都標。唔過講到啲我真係。要注意呢，屋企後生人要注意下呢。係啊，我落去檢查一下，你睇我哋嘅病相。我自家宿舍安尼啊，我專於屋企講天花嘛，開門啊，變東西啊，講說，因為我開冰箱要拿鏈咩，講說手機嘅標冰箱，我哋錢唔當係手機嘅呢。唔講上班啊，大天把對，將來冇認真嘅咯。按做唔得，按做。係咧，要注意啊。英文姐姐嚟講，所以吼，安尼戇。哦，乜戇？戇叫做去啊來去煮飯啦，吼，啊來去煮菜啊，吼。去亞時伊轉落去，要磨醋嚟，因為轉落去磨醋，係咪啊？轉多轉。係啊，磨轉多轉。磨多轉伊，磨轉多轉伊，哎呀，唔止油醋甲磨醋用念，嘛，做個細鍋個呀做，嘛切菜，嘛個硬記得咧，啊想想啊咧，哎呦，磨醋個。啊，我就睇個鐵樽解到，砰！哎呦，就這樣子哦，那個瓦斯啊，哈，哦，哎呀，嘴唇溜皮，蒙面毛都少聽，係啦，冇乜條聲，嘿，做安尼，啊個衫褲又了嘅哈，了嘅又安尼辣到安尼樣嘅。我做當危險。係啊，嗰時候安尼躺下來，我就發現到睡唔好啦，睡唔落覺啦，煩躁啦，唔但唱嘅精神唔好，心情唔好，很加重要嘅神命沒有影響到呢。我其實竟然沒有發生安尼事情呢。認真。我自家真啦，最我早晨冇睡冇好，我想講我要注意下，我婆本嚟含菜頭，我想講我要暖一下嚟身，我就睡睇。佢住12點鐘，哇！要報復我，因為我一直偏到要烤肉味，我想講烤肉味，好彩我幾幅動態喎，係要幾幅動勢。哇！鼓手大家要貼起來注意啦，所以唔好對身體會造成動態嘅影響呢。我到底會造成那種影響嗬？你就好來問一下咧啊！哦，你講睡眠蠻好嗬，短期來講就會講。心情會動唔好，會動會發現，就你還笑的，你睡唔好。你剛才笑嘅都是笑。你係看認真，強調一下，係認真談。你就按你睡唔好，睡唔好對冇？啥嚟咯？長期來講，可能會有心血管嘅問題。哦，會增加嘅高血啊，嘅種中風嘅可能性。啊，再過來就會胰島素，就糖尿病嘅人，可能佢嘅胰島素抗性就會變到有變化，有風險的。錯。啊，再過來就會認真講到嘅失智症。啊，失智症咪係老長期睡唔好有動態嘅關係。哇，你嚴重啊！超級，那個是護腰吧？哇！我洗一杯，做得30點鐘唔是上床。哇，你按你懂上前哦。
既然讲失眠哦，暗伤身体，先从雄素作出来，雄素作出来。哎呦，家啲慢慢时常有讲到嘛，有啲人係血吓弱，有陣時。像什麼嘢嘛？有生理時鐘改變，譬如講更年期啦，也係講樣版型。加上你性感度，有啲人佢炒飯嘛，像唔出唔可以炒飯。唔會啦，同水餃仔咁樣啊，要同到壓力呢。唔過你講起來，有陣時會講無奈啦，會講哎呦，啲藝人衰出係養起嚟啊，影響解釋。一下你就有看到哦，體育嘅當然就會加講到嘅機能退化，如果說要唔是受力，要免疫上癮就會堵到，也係懂公平嘅事情。啊，天氣嘅咧就係個心情嘅變化，心理嘅因素。係啊，比如講有人係有壓力，啊有人係有受力，有人係較憂鬱，啊有啲人係比較焦慮，啊再過來咧就係慢性疾病，有啲會本身不平嘅，啊佢就會造成自家睡唔好啦。我說一般重批。最多就係呀3太累。基本上哦，有啲人4太年呢，最困擾嘅就大家談到嘅嘛，胃腸症，人家沒有講嘛，有陣時啉酒啊，做乜嘅頻尿、夜尿，也係講有陣時身體冇好，也係講甜食有變化。啊，對。係，你話對啲中醫來講，有乜嘅破解嘅方法？頭先講到嘅安排起來學嘢嗬，對漢語嘅觀點就係生陽氣。生陽氣，腎陽虛，頭先講到嘅腎陽氣哦，係講平常時做啲食到嘅牛年、肉龜、龜年。龜年，唔過大家講龜年係較熱較燥嘅呢。錯，古早唔做浸到水都泡水泡浸啊冇，哦沒有，就泡茶，哦，會煮過嘛？做得用煮嘅，咩做得但像用泡嘅煮好。哦，大家有講到甜食嘅變化，有影響喎。甜食當然當季節嘅變化，尤其係像一下嚇，春季到夏季開始會晚嘅時節，嘅有啲人暑腳會動容易會冷嘅熱，就會睡唔落覺。咩會影響？錯。係有乜解？譬如講太假啲啊，壓力動態，我呢邊假比好。哦，要。嘅家備嘅影響未十分大，因為一下人可能工作嘅壓力大啊，愛處理嘅舌頭較多，需要靠一條提神嘅飲料去處理，啊，再過來就會嘅手搖飲啊，當然會啉幾條嘅。啊，韓國話記得平常時當下泡茶定啊，泡茶應該咩會有？咩會嘛？錯，幾條做嘅家備飲嘅影響。嘅家邊就冇人想到講處理因為心理壓力嘛，還有講按補體會餓尿啊，其實你當你食下啲東西沒有影響係咪？錯，其實講有啲東西做得食，有啲東西乜嘅做唔得食。比如講像有啲下會鬆火嘅東西，比如講下熱嘅下燥嘅東西，像飯條。就嘅飯條哦，你又掉咗唔得超過就所以唔得啦。啊，我係做啲破嘅東西。啊，破嘅東西一天氣啊，辣嘅嚇破嘅東西一定。其他刺激嘅東西啊。唔過嗰種較甜嘅有酸冇，因為像秋天節就凍好啉嘅手搖飲出嘛。佢可以咩咖啡咩？係手搖飲啊嗬，啊切嘅綠茶咪水唔得嘅，咖啡到下晝條自動唔得食嘅。是咯，硬部都很難選。係啊，哎呦，對，還有水餃子，水餃子，你可以愛啉茶嘅。我係啉茶啉咖啡嗬。哦。只我洗一杯，做得30點鐘，唔是上床。哇，你愛你懂上前哦。算唔得啦。那阿叔一定要飲2杯呢。真嘅，哎呦，了解。你可以係會啉酒嘛？我啉一絲嘅。邊個？而家一時嘅按到哦，你一條都做唔得咧。冇超過50cc 啦。哦，嘅基本這咯，你咯？嗌就食一擺啊，想講水唔得啦。係啊。冇做燉到補來食。燉補藥。補乜嘅？就來位隔壁啊，都伊隔壁呢燉補啊，比如天寶燉想講安尼食落去啊吼，迄咩熱量啊吼。啊，較多，做得上愛水嘛，較上愛水，容易是食個酒，問題食落去行較唔水，精神百倍。啊，佮有發現到都來生物嘅冇？
就一听出就十家啊，有酒啊、咖啡、有茶嘛，係冇？冇啦，做燉雞啦，燉雞啦，燉酒咩？啊燉酒都飲那個漢藥啊嚟食。跟住咖啡食咖啡冇？我唔敢食。茶咯？唔敢食。咩唔敢？食嚟都會所以唔得。哦，我右手邊 SHE 啊。我甲食咖啡食到佢搞到心悸。真嘅有當到嘅種鼻啊，頭擺是同好飲茶啦、飲咖啡啊，一下我發現到東人吼超過3點就唔敢去咧。下晝3點就唔敢啉真嘅啊！故說我就下晝3點嘅時間，我去個新茶課，因為較少一些。我從家下咧，基本這就有講到啊，所以唔落高吼，是就會較補嘅這種麻油類型做得嘛。要做唔得，麻油咩天熱的太早。你講嘅係食物嘛，它有形，它看得到嘅。中醫師做得建議，譬如講，你攝取嘛嘅食物，譬如講外啲嘅色氨酸啊，呢啲東西啊。像一般西醫研究就係身體嘅血清素係本身體同快樂同比較強壯嘅一種元素，啊加嘅前驅物就係色氨酸。就會形成一條血清素，甚至於係褪黑激素褪黑。哦，做得幫助你比較強壯，做得衰落高嘅東西啦。啊，有乜嘅東西係有色氨酸嘅？像牛奶裡邊就有當到嘅色氨酸，還過來就係香蕉。哦，香蕉。再過來就雞卵。哦，雞蛋。雞卵哦。雞卵幾個？冇得。跟住咧，冇得。是雞卵，啊是水煮蛋一個茶葉蛋一個很簡啦。水煮嘅水煮嘅。水煮嘅啦。嗰種嘅。我做線條是啦。哦。其實就想講啊，迄早晨調色，跟按摩台我做線條是兩隻白煮蛋啊。目的冇強用。係目的冇強咯。哦。我用我做新式的。沒有，太假吃看啦。時常講會發會塌。沒有，其他他懂錯亂，到底我要早上吃還是晚上吃？對。還有乜改東西？啊，然後鹹鰱。哦。鮭魚，還有乜改？係芝麻。麻要注意，其實咩所係堅果類一種。哦，你剛剛講嘅迄啲要搶出來做啲什麼？搶出來像國菜。哦，國菜哦。國菜咩都好，啊，過來做係麥嘅，地度有嗰種微量元素，這料後做係會幫身體比較強壯。還有一張係提供本太講，我是看過醫生講，你係講愛上愛水唔好嘅話，它那個綜合果汁有冇？裡面放青椒、香蕉，冇好啉，不過正經我吃過。我喝了其實很好睡，正經來講正經。好啦，你動作方法啦，你長期睡唔好，你就會上動作方法嘛，食的啦，聽音樂啦，食保健品啦，係啦，你用很多吃看啦，有人講有效，像我家講的嘛，有啲有效，正經。唔過我一下懂講一件事情，剛才你講這個時間，米莎睇住就好，給呀食啊，給咩食，我你睇佢條食到爆邊邊咧，真的，食唔落。醫生，你真係搞到我唔食食嘅方法嘛？我同樣嘅美松姐，但係他做嚟滿漢全席嘅。成本太價，是像我家講嘅嘛，強嚟者有太價有用講自己乜嘅方法。做題食以外嘅方法。係，先講，將來本線上看，咁哪隻方法最好？水餃啫來。食番薯煮個芥菜啊，泰菜啊。哦，番薯。番薯老泰菜姜啊煮了不用姜嘛，不用得酒落去姜啊煮。找嘅呀，糖咧。糖咧。係，就這樣就就好水。佢除咗係養型咯，有其他唔係食嘅方法。有看書啦。哦。看書看個客家書有冇？看個客家詩集。係冇看書呢，燈光啊暗場冇，有準備乜個東西冇？有準備眼罩。有戴來冇？有買眼罩。有。因為我香港東西比較 OK， 係買東西。哇，你的眼罩啊！那個是護腰吧？眼罩。哇！然後不用每嘢不用我，不用我一般做唔掉。呢個不用我。我買了眼罩哈，係一個4毛嘅買的。哦，真嘅咯。呢眼罩冇便宜呢，幾多錢？是2000元。
俺讲係我就去帶上去，佢講就個地方有嘛個。阿正，你看一下，微量元素。哇！哦，來，看，哎呦，哎，莫錢太鬧，2500哦。 2500哦。哦。有用，俺問一下按規，佢講你按規你來哩。應該係按唔可以搶劫用嘅嘛？你按規你來哩啊？佢就講帶的做得好帥，做得好帥。跟俺每一件事情哦，好帥冇？冇。有看到嘅未來？有看到咧，送給你。倒立機，倒立有機器，我還應該講買隻給倒立。那個是護腰吧？眼罩哈。哇！然後不用，不也不用哦，不用我一般做唔到，你也不用哦。我買了眼罩哈，係一個世貿嘅買的。哦，真嘅咯。你眼罩冇便宜呢，幾多錢？是2000元。俺講係我就去帶上去，佢講就個地方有嘛個。阿正，你看一下，微量元素。哇！哦，來。看，哎呦，哎，莫錢太鬧，2500哦。 2500哦。哦。有用，俺問一下按規，佢講你按規你來哩。應該係按唔可以搶劫用嘅嘛？你按規你來哩啊？佢就講帶的做得好帥，做得好帥。跟俺每一件事情哦，好帥冇？既然你我做嘛嘅2500用過幾擺喏？嗱，講燈嗰嘅背按到應該當叫冇用咧呢。來試一下，等下我來談基本這講法，我來看看說，哎呦，你很有問題啊，幫我一下。哦，好。哎，你節目哈，按你做一發，好像到別的主題了。走，有看到嘅未來嗎？看到咧，送給你。好，嘅基本這咧要把2500冇。我咩差唔多啦，嘅咩2000元，我坐嘅倒立機啦。哎，等，湯唔臭冇？倒立機，倒立有機器，我還應該講買隻給倒立。我有樣片不看啦。啊，有樣片哦，可以啊。倒立機嘛？倒立機，我想講買隻給倒立哦，沒有。安倒立的。好，本人就看一下。本先生看一下啦。呀，你嘅角度呀。哦。一當槍一隻燈呢，有冇？哦，安尼倒立。哎，唔過你真會腦充血呢。我恢復卡面攏坐，就真係一架坐凳咧。真嘅哦。我每日攏去坐啊，面風咧，風起來後面瞓瞓。竟然你係要坐？係要坐。哎呦！我就安尼提水凳，長下啲嘅坐凳就水凳咧，安尼。真嘅哦。唔會面風也唔會用安尼。哎呦！其實係無按建議講按，比如講啲一當個水艇，一係都做唔得，係危險錯。哦。係啦。呀，唔論乜嘅事情就都危險，呀唔論要水艇喎。誒，唔講係發現到大家味道愛水木啊，都係4太錢。真嘅呢，2500呢。係呢。 2500，我看到味啦。冇係一下買啦，幾同嘅啊，想下協會水艇2500，等下愛買冇？這個有知我講2500，你要再買當多東西，專業好水冇。有買好水嘅東西。有，等下我要兩散送俾你。唔過有上升啊，先到講啊，最主要係壓力，即係講有壓力嘅時節就水唔好。你用乜油？有啊，我同講神法有當到。有陣時你數下水都係唔像嘅。我同講人就會按呢。愛水木嘅時節，你就點到水唔落，搞會當煩躁。對。啊，點到咧嗬，唔是水木嘅時節，你就冇乜嘅壓力。跟住有乜方法？冇乜嘅方法，就係倒數下，冇啦。我發現到做乜嘅倒數下貼喺後水。有冇講？嘿，咪哦，有一種白噪音。啊，我像大家落雨嘅時節，唔係就貼喺後水係。韓國人都嘈到呀，做乜嘅會水睇，因為有風啊。即個講冇用。好，不用下，我要喇叭。有。你呀哈，像開起架，來把眼睛閉起來。好，先生，三下來就來聽一個白噪音。我帶了冇？青菜。來咯。上是家啲開水。
对嘞，做对嘞，哦，有，有。虽然讲啲猎物堂顶来差不多点头前啊，吃到加正经无撇啥呢，出来自家听听。那个意思？所以无去平静。你目中无人。所以想讲，加来到无共样的素材，来做啲心肝动甜煎。嘿，有啊。古时候要给白噪音，其实以后用啦，没有录当空就都会请到啊，录一个嗓音啦，开给嗓音，放给嗓音啦。你数几请白噪音是做得。谁因那水那些没用白噪音。做得。天呢，我撒下来没有像医生教伊他太气噶啦吼，唔是2500嘅方法，唔过有25000嘅加成。有。听讲啊，你身体有一个开关。吸下去就会衰退。哎呦，这个吸呀！像先生，因为你太好用中医师就会讲你讲的穴位，搞太解。哦，今日来教大家一条的血托，用慢去沁气，还会帮助睡眠的。第一个血托很多神门穴伫那边呢。什么穴？哦，数前春，咒术真术。两片系对称呢。哦，等一下，什么穴？神门神门穴，神门穴，没神门穴的，神门穴，神门穴啊，神门穴哈，神门穴T 4只数字啊，T 5只数字拉按呢对下来哈，也跟那手腕哈，也没有进沉的一条线，哈，都要最沉的也先，要做神门穴。哦，什么穴？进修到左手都有。哦，真数咒术要做几多拜？有上到做沁嘛。有上到做沁几久诶？你做沁差不多30秒1分钟，上到做就会睡着。做慢慢的不用讲，不用讲，没有沁啊，无按神呐。听一个。听一个哈，术语有神门穴哈。逆拱没有神门啊，逆拱没有神门哦，逆神门而神门穴。听你讲神门意。哎呀，逆神门啲下蛋糕一些些的。你跟他调价嘅。走。你的福利耶，好鸦片哈。逆拱鸦片有一些细嘅三角形嘅素材，鸦片哈有啲三角形嘅三角窝也沁下去。哦，三角窝亮片都係按你沁黏黏呐。我痛係真嘅。我一點點冇按太啲嘛。其實我做以後呢，迄個客人吼，強下來做20通鐘，沒增進一下家裡的感情。我的醫生們，大伯我做唔錯事情嘅時候，阿婆就會念，你做乜嘅？跟人就會衰退。做啲樹，做啲義工，跟有腳。有哦，那邊呢？腳有一個血托很多三陰膏啲那邊呢，做人哋腳木做嗬，腳木用人哋數按嚟T1到T5隻數字按嚟合起來，量做一隻層按嚟量上來，嗬，骨頭後背，按嚟搓嘛，鴉片，鴉片，哦，你按往上來啊，啊，往上數啊，就是腳木，往上數，這邊，骨頭後背，我覺得有點用哎，有想睡是不是？有呢，聽得到哦，你下太假下唔啲嘅哦，你睡夢以前，比如講你面床當一家出來呢，有冇腳木兩邊？當背，後背兩邊，我咪做去做先生啊！做得哦。你個穴位人都嘛解？三陰膏，因為佢係有三條陰經行經過嘅。哦，原來哦，還有冇？還有一啲叫做太衝穴。太衝就係腳背，也係腳背嗬，腳背 T 幾到 T 幾嘅也腳趾啦，也上來實實嘅。上來條尾，也係關鍵嘅血托。喺講平常時叫做壓力動太嘅嘢。做得輕。錯。哦。我說呀，西藏吼穴位，係講睡唔落覺嘅時間咧，就做得了輕咪。係呀，睡冇呢件事情吼，你100。
越上爱衰，越衰唔开。哎，有冇？我们想伫大家对你啊失眠的心态样嘛？你迄像爱要逼一个衰梦无？像爱今比爱来同大家见面啊，就当紧张啊，礼拜同线上见面，我就一直睡唔着。我想讲，等下同大家讲乜解？我同阿珍交代乜解？一讲慢慢的，哎，我要知道，我就跟他和平共处吧。大家来分享一下两件事好吗？好，所以这来。反正我暗不头什么的睇，我是用 AI 一样，从用手机讲故事、听故事、谈故事。听我这个我回想过，他以为用的嘛，什么哈？我会用过，哎，我都是差不多9点水的，往前靠，哎，我还蛮动走水的了，因为后边我全部躺倒嘛，对啊，去摔吉到了，嘿啦，唔系长者啦。唐人讲薰衣草没帮助放松嘛，可是我又喜欢，又爱吃茶啊，这个一夹，一分配吃了可以睡得，又可以享受茶，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安不头真嘅会影响。系啊，反正哦，我吃到唔系从这唔系从线上叫做和平共处，衰吉到和平共处。来，根本日啊，我讲，我唔单抢到小鲜肉来了味，佢还当有心哦。啲係客家人，帶電路來。真啦，好，來，線上有位大家最必要嘅茶。安神茶，講一下安神茶好冇？誒，水鳳姐種嘅係很多用心安神茶。哦，用心安神茶，用心嚟，先講一下你嘅比茶。佢最重要嘅內容就係浮小麥，涂小麥。佢係一種幫助睡眠嘅一種漢藥嘅。啊，底部加甘草。還有鳳佐，枸杞又甜味，故所嘅地方還有比較細細嘅枸杞。哦，來，大家來試看啦。哎呀，片你就來聆聽呢種無共用嘅，一種又係乜嘅咧？另外一種係乜嘅？樹幹解鬱茶。哦，樹幹解鬱茶。哦，但糖一嚟就食起來就會很開心啊。跟內容係乜嘅？玫瑰花個百合，地方咩有比較細細嘅枸杞。哦，你片嚟都當香呢。啉起來、食起來，其他就有助眠鎮定的功用。大家去漢藥店，假使講係去講，我愛蒲小麥，技術啲嘅，係嘛？也係講我愛安心茶，唔是。嚟差不多點啦。其實基本上唔係愛本太自家學來買一個茶啦，剛剛你呢個醫生啊，就本太自家嘅配方無私分享，轉去做啲自家來做。我講到啊，嗬，一個睡眠一件事情，係做輕鬆有嘅行輕嘅心啊，還有放寬心啦，好冇？雖然講接來兩位大嘴骨，大家年歲都有嘅，有時陣你接觸一下呢個年紀嗬，身體本帶出來後生無共樣嘅，你一直想講。後生衰到2歲唔落講無共樣，搭搭集團就無共樣，自家要去做嘅事情。做啲水幾多就水幾多，談欣賞嘅吧，好唔好？有嘛？有問題請欣賞，冇自家。我被買，我被倒立，不要買衣服，不管要買嘢，希望大家今日啲大水股，咩要得到做啲好水木嘅方法，咁什麼嘅呢嘅檢查先生，記住咯，有限咯，亂插不點，強下流面線，當你都落線。